美国国务院周三公布的新军备控制报告透露，中国可能在秘密进行低爆炸威力的核试验。报告未提供具体证据，但可能令中美关系进一步紧绷。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该报告的内容，提到中国一系列试验迹象，包括2019年全年在东突厥散布博核试基地活动频繁，基地内大量挖掘，疑似使用密室抑制爆炸规模等。上述活动令华府关注，北京或违反1996年联合国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当中有零当量核武测试禁令。所谓零当量是指不会有核弹头爆炸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报告又批评北京在核方面缺乏透明度，包括阻截境内检测器的数据传输。华尔街日报引述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组织发言人称，中国自2018年到2019年8月曾阻断境内5个检测器的数据传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不值一驳，奉劝美方反躬自省，停止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周四表示，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武汉病毒疫情一直存在误导和不透明的问题，甚至现在也不相信他们如实公布的信息。埃斯珀的发言延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应对疫情方式的批评。他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今日秀节目上表示，他很难相信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他称，他们一直误导我们，从这种病毒爆发的早期开始，他们就一直不透明，所以我甚至不太相信他们现在对我们说的实话。他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合作，试图了解这种病毒并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最高投票权的美国否决了为伊朗和中国提供资金的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宣布，由于武汉病毒爆发，189个成员国中有102个已请求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表示，中国在处理武汉病毒疫情中存在灰色地带。马克龙对《金融时报》表示，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马克龙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时，针对中国应对武汉病毒疫情的方式表示，我们不认同这种天真的说法，认为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强有力得多。马克龙说，我们并不知情，很明显发生了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另一方面，马克龙表示，最富有的欧盟国家在应对由流行病造成的危机方面负有更多责任。他说，我们正处于欧盟是政治项目还是经济市场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政治项目。如果我们不接受欧元集团和欧洲的思想，就有崩溃的危险。我们无法在市场上牺牲其中的一些。白宫表示，由工业化国家组成的7国集团领导人周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开启一个审查和改革流程，并同意确保全球协调一致来应对武汉病毒大流行。白宫在领导人之间的视频电话会议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7国集团领导人同意继续致力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强有力的且全球协调一致的应对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及其相关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灾难，并启动一轮强劲和可持续的复苏。声明说，各国领导人认识到7国集团国家每年向世界卫生组织出资超过10亿美元。会上讨论的内容重要集中在世界卫生组织缺乏透明度和长期管理不善。领导人呼吁启动一个彻底的审查和改革流程。据哈萨克斯坦国防部新闻处消息，哈萨克斯坦空军的一架米格31战斗机当天在卡拉干达市机场附近失事，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哈萨克斯坦国防部网站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卡拉干达市机场附近，战斗机在起飞后，一台发动机起火。得到允许弹射命令后，飞行员确保飞机飞往远离居民点的野地，不会对平民构成威胁后弹射逃生，2名飞行员全部生还。